就讲乳清好，很多健身的人基本上都有在喝乳清蛋白嘛，它里面基本上都有代糖啊。那如果照你这样说，喝代糖会发肥会发福的话，那所有健身人不是都应该肥得要死，这样超级不健康一样？如果你真的还是不喜欢的话，那你可以不喝没有关系，这样这不会强迫你这样。所以它比例大概是。如果你的麦，其实我从回来的时候，我其实就想要开这样，因为这毕竟是我自己在联邦监狱里面，其实真人故事的启发这样子，所以我就真的用了他们的茶、奶精、牛奶，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它最特别的地方，其实就是它的代糖，因为你要知道，在美国的那个监狱里面，为了避免犯人有什么心血管疾病、心脏病太多什么，所以基本上它是不太会提供你真正的糖做使用，连牛奶都是用非常低脂到1%的鲜乳这样子，所以就是为了让你比较健康一点，所以热量反而就可以降得很低。然后如果有人跟你说什么代糖不健康啊，或者说代糖可能会让你什么引起食欲，想要吃更多东西，让变得更肥一样，那我这样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好，如果代糖真的有像你说的那么差的话，为什么大多数的乳清蛋白，还有零卡可，还有很多产品里面都有加有代糖，然后人们一样照样在购买跟使用这样子？就讲乳清好，很多健身的人基本上都有在喝乳清蛋白嘛，它里面基本上都有代糖啊。那如果照你这样说，喝代糖会发肥会发福的话，那所有健身人不是都应该肥得要死，这样超级不健康一样？我认识几乎每个健身都有在喝乳清蛋白，里面也都有代糖，都没事，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些人对这方面有疑虑的话，我就今天也跟大家讲清楚，其实代糖真的没有像你们想象中那么不健康，它甚至其实比一般的果糖还好，对，不然也不会在很多产品里面看到它，对不对？然后重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还是不喜欢的话，那你可以不喝没有关系，这样这不会强迫你这样，对。有几个人？大致跟我算一下有几个人。好，这里。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儿子真的不要说妈妈自己在夸自己的儿子，他真的蛮棒的，脚踏实地，半工半读做他自己，因为他一直不愿意说再给我跟他爸爸一些，就说他想要靠自己，不要靠我们。然后他的所有的筹备到现在的试卖，都他一个人自己在做，我们都没有帮上任何一个忙。所以我就觉得，我跟他爸爸就是满满的祝福，也满满的支持。